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即马搁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台语的字咱第二要介绍的叫做开，也读到开，是扛的意思以扁担或粗棍子的一端放东西，置于肩上扛着。如果是搭的话，则是两边都放着东西。咱比如讲，敢若一袋尔爱用开，袂使用搭只有一袋而已。要用单边吊挂，不能用双边挑起另外一字叫做 keep， 手紧紧的抓住东西不放。譬如讲，你莫把伊的衫吸条条啦，你别把他的衣服抓得紧紧的啦。下一字叫做囥，是放入的意思咱比如讲囥一寡糖，就加一点糖另外意思是搁保留的意思。咱比如讲，查某囡仔饲大汉是袂囥哩就是女大不中留过来这字叫做压，挑的意思。比如讲，一抓爱压开顶天，就是这一行要把线挑掉重缝过来下一字，这字叫做hen，是摇晃的意思。咱比如讲，船咧hen会变落去船在摇晃会翻覆感谢大家。